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现主时是早起9点，伫德产车头。德产伫倒位？屏东的竹田，这是客人庄。咱来到客人庄是要来消解什么呢？这除了这日本式留落来的这个车头以外，整个街区内面，还佫有真动人的地方创新的故事，乃至到这群少年人要安怎继续行落去，甲你咱拢有关系。咱斗阵来竹田。竹田车站叫做顿悟啊，是1919年，咱呐来找露露。露露，嗨，主持人你好，欢迎露露欢迎。你回来遮已经偌久的时间？我回来这边已经差不多要20年。在地心经啦吼，是。但是吼，我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吼，以后后面缀了一阵哦旗舰，所以呢，咱来对这个竹田，哦，这德产的车头开始讲起吼。这德产车头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吼，我感觉对我较有意义，因为我阿公阿嬷民国前3年出世的。哦。我阿公是高雄中学的，阮阿嬷是台南女中的。哦。古早吼，迄个会读册囡仔要出去读册吼，拢是伫火车头伫这边约会啊。阮阿公阿嬷就是伫这边谈恋爱。熟悉的，哦，尾仔靠阮爸爸和阮阿哥阿伯因安尼。日本时代的考古社是，他们家谈恋爱啊。是。哇，这个故事应该他们家来给演出来呢。是，所以火车头古早吼，交通部有无？伊迄个铁路被西化的时阵，这边因为伊的营运无介好，本来是要拆掉，所以老爸迄马吼，毛治国做次长的时阵，伊是伊家讲建议讲爱留落来。啊，迄马吼交通部讲，阮铁基路这边无预算，所以迄马就是叫这乡绅地方的头人啦。对，叫头人大家当年出一寡钱，尾仔有客委会了后，客委会就是委托县市政府的客家事务处在这边整理起来。对，所以今仔日靠各有这个德产火车头。好加载，所以你来看咱这个，哦，这古早的物件拢伫遮。阮细汉的时阵嘛是有伫这个票拍票吼，拍票对。啊，咱咧看吼，世界奖位其实保存了其实是袂歹。介好，因为吼伊是进台湾可能剩2-3间才完整呀。遮拢起的哦，这个墙有没有？内底拢是迄个竹片有无？竹片啊，对，拢是古早的。对呢，这是你哭这个声你就知。迄个毋是红砖仔头哦。对啊。迄个毋是哦，迄是竹围啊哦。哦，迄种竹围啊，落去味的啦。啊，这个车头哦，这个环全部拢是起的。进台湾应该无几个车头是安尼啊。这哦，除了吼古早味以外，是。我相信露露你回来这20年吼，应该是对青春校路开始，对，怀抱着梦想，吼，啊，就带一群少年人，你开始做起嘛，吼，咱小等来，你先来讲你家己的故事吼，这四周围啊，吼，这内面的这文物，除了站长啦，吼，还是后面啦，这一款文物以外，一般游客来到遮，你会建议讲，除了我来翕相、打卡以外，啊，过来对着这个德产的车头，应该安怎来看待伊？其实吼，咱德产吼，去年摕到迄个意大利的迄个曼城城市，听到无？全台湾5个所在尔。所以进德产毋是进来坐火车头来这边拍卡就离开，翕相就离开。进咱这边有合法民宿会当住，啊，佮有足好啉的咖啡店会当啉咖啡，啊，佮有。其实我本身的行业是做导游的，会当啉导游，毋是啦，会当试啉导游。无，啊，佮有一项秘密武器，你家己讲。我秘密武器，我进吼，佮用足济在地迄个原料做冰，因为屏东总比别人加1度嘛，对无？所以你来这边食冰啊，重点是咱的冰，因为我讲我做导游嘛吼。我进啊，我倒来接了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很小弟就是想讲，
咱做导游，咱的豆仔全部应该用台湾的，所以我是全台湾，应该是讲足少，全部的导游拢是用无相共的台湾豆仔，伫咧做导游的一间导游店。啊，阮想讲，豆仔做导游会当做别项无？所以迄冰店其实本来是想要做豆泥无相共的台湾豆仔的豆泥的冰店安尼。还有豆油冰淇淋哦。对，有豆油冰淇淋。啊，所以呢，你进来了特产，啊，搁有吼，因为咱倒来安尼了后，愈来愈侪做工课机会，对无？少年人倒来。啊嘛有少年人伫外口，本来伫餐厅做膝头，伊嘛想讲啊，我嘛想要倒来和爸爸妈妈大做伙，所以嘛倒来这边发展。所以，反正我要讲的是，你等下看就知影，进德产已经毋是大家来拍卡翕相的会当离开的所在。会当互你踮遮住一暝、住2暝。是。比你去垦丁吼，你来住你就知影讲啥物较简单。其实嘛足趣味的啦。吼，这是德产吼，在过去其实嘛是历史吼，这个运销的中心。无毋对。所以这个车头嘛有真有伊这个意义吼。是。咱头仔就讲啊，这以早叫做炖木，是，就是完全吼，这米吼对内港吼搭，这个内港上来了吼，透过火车啊，糖厂嘛在这附近。无毋对。吼啊，所以因遮运送。今仔日规版的故事，对露露啊，甲就是咖啡厅就开始来讲起，来继续讲落去。露露，你这个所在叫做两人漱口。你看两人漱口什么意思无？什么意思？两人你看有成德产的德啊无？德无？哦。漱口就是德产的产，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讲，我希望。每一个来到屏东、来到德产食这个冰的朋友，两人就是爸爸妈妈，啊，带两个囡仔来，食完以后会当足幸福、足欢喜的离开这个所在呢。啊，阮兜两人3狗。啊，你嘛无要紧，无要紧，我会当 top 迄卡第4个。哦，来试看卖，试看卖啊！透早来食鸡仔冰，食冰淇淋。咱这间店咧。全部的冰吼，拢是无化学的，啊，搁有一个特殊的物件，你看到遮吼，全部拢是用咱台湾在地的原料。咱黄豆的先，互主持人试一个。黄豆的，嘿，来。黄豆奶。原在我拄仔有讲吼，我开这间店吼，是因为我做导游嘛，买收侪款无相共的台湾豆仔，我就想讲，因为阮囝食菜，食菜人足侪人不是无食牛奶和鸡卵的，啊，搁有一种人袂当食冰。乳糖不耐症，这支冰咧，你试看卖啊，内底无卵、无牛奶、打豆啊、水含糖，有 creamy 无？无化学的物件，就是用这支咱迄个高雄高和的豆啊，高雄高和。你这也无乳化剂啊？无。所以吼，会 QQ。是。吼，这敢若食着咱古早的爸母的感觉。啊，毋过伊比爸母搁较油，因为咧，阮这期还有着安尼，阮搁请迄个佛罗伦斯意大利吉拉多发源地迄个师傅来台湾甲咱教，对，啊，期还全部拢意大利入来，就卖。是，啊，尾仔我搁要请你食一个叫茶豆茶豆，这个茶豆吼，就是咱台湾卖去日本迄个毛豆。足重要一个品种，古早吼咱拢食无啦，因为18岁毛豆时阵吼，就袂去互日本啊。拢送去日本啊。对。啊，这支豆啊吼，味你等下试看卖啊，两支拢是台湾豆，相共父母都无相，生做无相共啊。你有食出啊一寡奇怪的味无？哎呦，特殊的味，蚵仔有食出来无？蚵仔味。啊，搁有米茶。搁米茶。来，这个茶豆，啊，佮敢若花豆安尼大，是，重点是无花豆，伊倒嘛是相共，打茶豆、水含糖沙尔。啊，这个茶豆吼，因为呢3-4年前是这个 COVID-19 嘛，迄个农民吼，伊种毛豆，因为日本人无法度买，因为经济就是无人客去嘛，尾仔就讲啊，露露啊，我会当种甲大豆，因为大豆、毛豆种啊大豆，佮爱加几6个月。对啊。我讲好啊，啊无来种一批，古早拢买无嘛。种好甲在日本人无要买，咱就甲伊买起来。拄啊好趁着 COVID-19。啊，试看卖啊来做豆。边啊呢？嘿，啊想讲来做冰看卖啊，做冰好食哦，尾仔好食，
安尼来做导游的，一定嘛是袂歹。刚才这2项哦，哇，通关了呢。这支导游的冰淇淋是用咱台南5号的乌豆仔做的。导游呢？我台北哦，我老实讲，我台北哦30年前哦，我细汉时阵就食过台北有一间哦用豆去做，哎呀吼，无好食，来你试看卖啊。我毋是讲无好食啦，我无合我的口味啦。其实吼，咱和日本人的口味做相近的对无？日本你去食迄个铜锣烧含那烤丸子，内底拢有豆油。哦，这个有好食无？过来一个。来，过来一个，来。哦，真正好食。你是毋是食遐焦糖味？迄个焦糖毋是放焦糖，迄个是豆油含好的牛奶落拍了后产生天然的焦糖味。啊，搁有吼，因为咱这内底做豆油的时阵用足好的天然的海盐，迄个盐足好的。你食迄个足高级的迄个甜点，是毋是内底拢有淋一撮海盐？落去调的，伊食落，袂讲互你食甲足味的安尼，足清爽的，足好食对无？透早9点，我一直食得真煞嘴。还袂散，还袂散。这间店阮想讲在地原料，阮本来是做豆油嘛，啊你冰本来冰拢热天就做热的，所以阮都会做食。而且咱哦本来料想讲，这冰淇淋的这个门槛哦，无讲介悬啊呢。来，搁有一个，因为真吼，若是冬天的时阵要安怎？这支豆啊吼叫满洲小黑豆，伊古早本来已经要消失啦。较复原个，对，复原起来。其实我嘛有用这支豆来做冰淇淋，做豆油哦。啊尾啊吼，阮今仔日你来这边，冬天的时阵啉一杯烧茶。这支豆啊含其他豆无相共，有一个足清甜的味。哎呦，有够清甜的。麦仔茶要安怎甲伊比？无法度。啊，这支吼足简单。我这麦仔茶无法度甲伊比。无法度比对无？这咱台湾原生种的，伊吼，我拢讲伊吼，古早人足侪人都毋知影伊的营养价值，因为吼，伊通大粒就是安尼，营养不良啦。所以不给啦呢。伊农民吼，古早无啥爱情，是因为吼，我一家吼，正常会当生产差不多3栋半，即差不多1栋拢无够。收无够呀？收无够呀！啊，毋过吼，我第一件嘛是农民请我啉这个茶，我讲哦，我为之。惊为天人，惊为天人，因为我想讲，伊的清甜吼，含古早其他日本啊、台湾其他乌豆仔茶味是无相共的，所以我就决定讲，这支豆仔要来做豆油。啊，真我想讲，会当含这支豆仔安怎更较好，更较侪人熟悉，所以我就炒乌豆仔茶给大家啉安尼。其实做营养的呢。菠萝个 QQ 啊，对，所以这个2人4口就是想讲，甲台湾的，啊，佮有屏东在地这农产品，用无相共的面向，互大家去熟悉这个。甲风土一网打尽啦，吼。无对。但是我来讲吼，真正的风土吼，啊，佮有伫即罐内面，咱咧吼，台语咧讲乌干仔茶豆油。是。吼，但即马吼，这乌干仔吼，要天几互大家来看。愈愈吼，虽然佮要带咱来去看吼，伊个豆油是安怎一个过程，但今仔吼，因为重点是咱整个吼摘产嘛，哦，所以先来看讲豆油，伊是安怎即个过程当中，最高讲会当得到世界冠军。豆油。2023 3月24，内容是黄酱，关是9，黄。2023 1月5號6至3 4至1，這是什麼意思？這個高和黃就是高，就是品種。哦，品種。黃是黃豆啊，黃是啊，這個是用高用高9號，對，高雄9號啦。對，啊，你真看到這個小剛對無？古早攏用這個。啊，毋過真無法度做，你若用即個吼，真第一個無少年人要做，袂富氣啦。啊，閣有吼，即無好操作啦。這是第一點，第二個是真同少年做即個師傅80幾歲啊。佇公館。對，啊一個月做15粒，袂富氣，所以尾仔咧，阮就是換10杯。我攏講即個是豆油杯1.0版釀造啦吼。啊尾仔阮真有即個叫豆油博2.0版釀造。这个一桶咧是这个羹10粒，
十粒的光。啊，像这个吼是这什么材质？玻璃纤维。啊，无签的玻璃纤维啊。嘿。啊，不过你爱用食品等级的，因为这食物接触，袂使用工业的。伊是同接近陶缸发酵出来这好个节材质。啊，这嘛台湾的，啊像这吼，咱这个有无？你像这嘛是高用高额的黄豆，啊，这蛋就是农民的型。哦，这组嘿。啊，我知影这个叫单烟花啦，阮大兄啦，阮第一个吼种台湾豆支持我就是伊，伊种吼高用米拢会当种到200几甲。哇！200几公斤，我这大主呢。啊，搁有吼，你看这个麦啊，像阮的豆油为什么会较好食？阮去钓足侪种，就是阮的料用甲足实在。你看这桶吼，内底就有200。豆啊，就2。嘿对，啊，搁有麦啊。麦啊，30万呢。啊，为什么爱放麦啊？因为麦啊会当，因为就是会当煮食，你知影？好食料理吼，爱放淡薄酒伫内底，较会芳，会甜对无？阮这个麦啊，嘛是用台湾的。阮伫东石种的，你放一束啊麦啊吼，伊会当发芽的时阵有迄个天然的酒精出来。第一个安尼就免用防腐剂，第二个你伫咧皮的时阵讲哦足香，其实迄个酒的味，啊毋过迄个浓度是介加，这有化浓变质量，是这种天然的味。啊，这就是阮豆配方啊，今仔日就是公开大解密就对啦。会记哦，2配30哦，但是我来讲无遐简单啦。是无遐简单是。你敢若掀起来你就知啦。这种化纤的吼。这种化纤的。但是我知影你头人讲，恁遮的水是农井的水。是因为吼，屏东因为阮是客人嘛，对无？啊，客人起码若是要移居煞，阮拢会找会当种物件，啊，最爱好的所在。阮这边啊，阮每一个工地，阮这附近有5个厂，每一个厂阮拢有乌井。你家己有农井啊？有家己，啊，阮申请水权。啊，找土地时阵，咱看迄边的水好无？啊，你等下，互主持人看者，阮的水全部，你看全年烫梯365天，全部拢是无动力安尼抓出来。我甲你讲哦，伊这水吼，这面包。冠军师傅啊来，嘛是拢用这个，嘿对。你讲的那些是啥人甲你讨水？王鹏杰啦，阿杰啦，嘿啊，著名。就是做迄个关公的面包啊。对。伊甲你出水哦。伊拢来这边出这个水去做伊的迄个培尔通呢。伊当年的培尔通。即马真在长时间啊，圣诞面包啦，水果面包。伊讲哦，伊为别位的水拢无法度，伊迄个菌吼，就是发无好。伊讲姊啊，你的豆油做甲好，你迄边的水一定介好，所以尽逐礼拜拢来我遮出这个水。你看这个吼，这毋是有莫大去拍哦，这拢是无动力哦，因为阮的水井吼拍到足深的。哦啊，这家己闻出来？家己闻出来。这矿泉水哦，这泡的有够好啉的。所以介冰凉，介冰凉。啊，我当年吼，这个水毋是讲阮去学的，当然阮拢袂，我们要去送那个柳工爱减盐啊。你若是袂当减盐无过，你这个水嘛袂当用。哇！阮是用这种水，爱用台湾豆啊，爱用阮这边日头种麦对无？安尼做4个月到6个月，阮较会当做这个豆油安尼出来。驻田所有的风土拢用尽用到够安尼。安尼毋敢叫。竹田酱油、冰冻豆油、台湾豆油，安尼对无？你甲看吼，咱对吼，啊拄啊对车头是吼，对着这一连串冰淇淋是豆油水是，你感觉你刷来啊，佫有啥物物件佫想要来发展？我想讲，我做这世人做安尼就好啊。我甲这工课做好精，做好大家拢知影，啊做好这。倒来互阮做伙拍拼人有工课，有一碗饭通好食安尼就好啊。我今年50几岁，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袂啦，咱工研的啦，咱佫继续努力拍拼啦。我希望啦，我希望少年人倒来以后，伊会当佫较有较侪想法，因为我感觉机会嘛是爱用少年去想。这就是电影创新上重要意义哦。因为吼，咱拍一个底互因，看因讲，原来。露姐姐欧巴桑安尼做吼，我一个单亲妈妈今仔日行到这条路安尼，我倒来时阵，做人讲啊，恁老爸豆油爸啊，安怎？其实嘛毋是，我倒来时阵嘛是足辛苦，我嘛是对开始嘛是一块砖，
安尼开始安尼做到今仔日这个程度安尼。无大家想较简单啦。所以咱刷来继续看，在竹田，在竹田，在竹田吼，还佫有其他的少年人是安怎在这所在落地生根。哇，竹田，这火车头对面这咖味头哇，这支叫啥名？叫做玉雕啦吼，这皇帝甲你雕件啦。我甲你讲，这吼刀啊吼，这在地头家吼叫做破，咱来甲找伊。这在地子弟虽然毋是竹田所在，嘛是隔壁庄家东啊，嘛是6队之一啦。但是伊插刀啊吼，做这个咖啡的生意10档啊。好，你好。你好。哦，你先带我来看吼，这插刀啊的所在。阮为遮行。对。啊，你即摆啉这杯吼，就即只甲你插出来。哦，对。真好。我来讲吼，观众朋友吼，爱先有一个了解，就是讲吼，其实恁这根本就无需要阮过来介绍啊，恁这是算做即摆屏东的这个网情吼，大家拢想要来打卡，要来翕相吼，替你咧宣传。啊，你其实伊不是无需要安尼宣传，但是吼，阮主要要来找你，要来问你讲，安怎电园创新对恁开始会当来产生一个变化吼？这小等才来讲。你先甲咱讲吼，你当时开始做这个咖啡的生意？阮差不多10档前开始做这个咖啡的生意。伫遮吗？无迄个伫遮差不多7档前，佮另外3档是伫迄个即卖阮屏东市嘛是足热门的胜利新村迄个所在。你对遐开始？对。所以踮遐做3档。是。是安怎刷来遮？因为迄个时阵，阮的炒咖啡豆的需求愈来愈侪，所以作用嘛要到期啊嘛。阮党的就讲，头家，无阮想讲换一个较大的所在，因为想要摆一只较大只的炒豆的机器。迄个时阵伫胜利新村的时阵，迄个厝拢较细，你无法度讲塞一只即个机器入去，伊个爱360伏特的电压，所以改电压创啥？就麻烦的。所以阮头家讲，无阮即个米缸其实嘛是买的拢坑的。足久啊，拢无叮当，迄个时阵废墟嘛，伊就讲，无恁就去遐好啊，纯粹活化一下。所以阮规旁的人就搁为遐刷来食。你讲这个所在本来是米家庭？是。废墟。对。所以难道你就看讲这有条啊，安尼敢若已经安尼叫咩落漆安尼。对。所以当初时来的时阵，完全拢袂当入来。无法度，因为迄个时阵，阮交阮的设计师，佮甲建筑师，阮3个人，阮拢6堆的主题啦，拢北漂了后，倒来跟南漂，这是第一件案件，是阮第一介入。迄个时阵，阮党的嘛是阮一个主旨，讲德潮火车头前，就是这。其实阮来的时阵，这是一个废墟啦，外口佫有搭一个迄个乡公所的牌啊，内底围楼的物件，唔通入去，唔通入去，对。所以迄个时阵嘛是足挣扎的，应该爱来嘛，对。后来是安怎决定佫要来？因为其实阮常常咧讲，你的心态改变一切。你若是讲你有法度选择要去对，你就袂来遮嘛，对无？但是即马讲武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就讲好，既然我无法度选。我安怎讲创造一个机会，咱甲即个所在。所以迄阵时是略大家讲我就无其他的选择，来试看卖。是。竹田吼，人口超过16000左右嘛，吼。整个屏东县，你讲逐工要来，尤其拜1到拜5是较罕。是。但是拜6、拜日有当时人侪，你个袂负起，你嘛无倒对。所以你若爱兼做一寡网络顶头的生意。是。安尼才有通依持但是安尼做起来，嘛是这看起来钱水会活了，对吧？有啦，对。只若一入来吼，基本上这个水路若有通，就拢无啥物问题。水路有通就无问题。咱对后面来看，来头前来看看这到底咱整个结果是啥物？咱就来看。好来。其实因遮这精深真深。这设计师其实真有头脑，
把这个物件拆出来了吼，留这个空间伫个，咱哦对后面佫出来了后，咱就会当看佫较清楚讲，你看，这个所在吼，都有冰冻的气息。咱遮哦对后面哦去过去哦，别有洞天呢。是，尤其我看到这顶头，这是什么物件？哦，这吼其实是阮咧插豆啊时阵，阮买迄个生豆，生豆入来拢是用麻布袋底。阮用了后呢，就甲等迄个顶管，甲遮光，互迄个阳光唔好受直接，因为阮屏东其实中昼时阵日头较热，对。所以，但是伊佫是天然的。是天然的，所以伊若是落雨暖气时阵，就变做肥料，又搁留在土地，所以即寡树啊，就搁食济。这有这真正有头脑。听讲是讲你头讲就是讲你的经营模式，真侪少年人要转来故乡，尤其吼，就讲无一定伊是足健的嘛，伊可能比如讲你打工，是。如果伊若佫要落来遮来经营，看你会使，你会建议什么代志？要注意什么代志？其实吼，即马就是咖啡店，就像大家人知影，基本上大家人拢在想要开咖啡店，拢是想讲要一个时间的自由，要做家己嘛。但是你若是讲要入来即个，阮即马即个社区开始有较侪多元的样貌出现的时阵，你就爱有你家己的特色啦。你的特色就是讲。你可能伫咖啡豆的选择甲专业以外，你想要做的物件是毋是交标别人的同质性有较高？你嘛是都爱有你家己的故事，土地的故事，你家己的故事，你才有法度伫即个在地当徛在。你若徛在了后，较侪别个人就会入来。即个所在其实嘛是可以当做一寡无共款的物件。所以这较早。普有讲，你若要做到一个店要成功，第一要有家己的故事，而且人来了，有通产生甲这个环境所产生，伊这个消费者家己的故事，是，才会瘾，才会佫转来。对，这就是这不管是经营也好，地方创新也好，上基本的道理。是，咱还佫有其他，因为恁大家斗阵佫来做，比如讲你他做。讲这设计师，对，甲建筑师，因有咧做这个民宿，是旅馆，对，咱来找因，我就来找因，上后尾咱三个做位，再来讲咱这个顿物，咱这个所在，甲恁的故事。好，我规间厝有51个口。倒一个口拢是有空气跟水跟光线进来，空气好吼，大屿山拢足清明吼。先甲做好了后，再来修改，看要为什么方向去做处理。你若无做，你要用以前的方法，你就是无机会啊。古早来到火车头，就是坐火车落来，都唔知要去倒。对，上便所就走啊。真会当落来先啉一个咖啡，对无？若是时间搁较济，会当住1暝、住2暝。纯粹食一个冰淇淋，啉一个豆油，毋是介好吗？咱头早啉咖啡、看风景，而且呢，食这真有风土味的意大利式的冰淇淋，你有想要住落来无？在这个慢慢步走的这个所在，这就是一个民宿。酒店就是咱民宿的主人。你好。但是我来讲其实这不是咱的门卡口。是不是？那是安怎来对家来讲起咱的故事呢？你讲给咱听。这个所在呢，就是咱较早农民若伫外口辛苦甲迄个稻谷切看好用牛车为头前这条路安尼开入来，车过来。伫遮过磅这就是过磅的。过磅的所在，咱即马较早就是过磅的所在，中心点就是伫遮。这磅心啦。磅心啦。较早因咧过磅时阵就有迄个看几斤偌济量安尼，就行到民宿内底，就对遮行去。对遮行入去，对遮行入去是要来创啥物呢？就是伊个过磅有一个条嘛有叫农民的迄个纸条纸条就是会写讲，我今仔日比如讲有5磅还是10磅安尼去内底，就互会计迄落去
记录了呢，啊，就为等下咱会看到迄个保险柜迄个所在，就来去换迄个农粮票，换迄个牛票就对啊。换农粮票，啊，因为毋是现金嘛，啊，就农粮票，来去隔壁农会去换做现金。现金，咱入来看卖。好，大家过来哦。大家这奇怪，来到这民宿一口就是这保险柜咧。保险柜对，较早呢，日本时代时阵吼，阮阿公啊，甲日本人吼要求讲，做一个大家人拢足欢喜来到遮啉茶，啊来遮会收入有收入的所在安尼啦。保险柜内底拢放足侪金仔条，还是农粮票安尼。哇！这是咱较早东京神社古早时阵啊，台湾吼剩无几只，听讲应该是无到5只。阮第一只就是伫遮，啊，这个密码吼，因为较早呢，即马失传啦，阮到即马还未拍开啦。还未拍开哦，哎呦，就是等大家吼有缘分吼。征求歌手。对，征求歌手。哦，哇，这真正古早味。东京福信商会制作，是这。对，保险柜。你甲看，这有真有历史，但是咱还未甲观众朋友了解吼，咱这所在以早是啥物所在？较早这是咱粮食局委办的迄个收粮票的地方，收牛票的所在。对，农粮。但是厝主是谁？厝主是阮阿公，叫做张德才阿公。张德才啦，吼。张德才。算遮个大地主啦。对，来到德才大家拢捌伊。是啦，所以哦，做这个民宿哦，真有趣味。是。但是哦，我头仔先了过吼，哇，这顶头足精彩，咱继续来二楼看卖。好。哎呦，这是脏水呢！这是脏水，斗笠那个蓑衣斗笠。哦，这脏水啊，这是咧创啥作用？这就是咱较早吼，咱也要去透早吼，要出门吼，惊落雨啊，惊寒，就是有迄种斗笠甲蓑衣安尼啦。嘿，啊，但是即摆是啥物作用？即摆就是咱若要入住的时阵吼，这是一个迄个锁匙。哦，就是，比如讲，阮即马若无人住吼，就是空空嘛，有人住就是这个 check in， 对，因为足侪名称，阮叫6个名称，咱就依照这个像阮积木的方式吼来找家己的名称啊。哦，这站是算作是背包客了对啦。背包客的床。哦，所以用安尼咧做，这嘛是有呢吼。对，阮拢用迄个较早古早时阵的迄个。元素吼来做，比如讲这是胖虎，就是迄种较早咱拍地下水，咱遮得产吼地下水足丰沛。咱若较早种迄个稻穗，拢是用迄个地下水去灌溉。啊，泵浦，对。啊，这牛车，就是较早咱拢是用牛车，甲竹啊安尼开入来换。哦，头早讲着迄牛车，哎，这真趣味咧吼。水桶。这就是水桶，这是过去的农村的古早味，啊，叫烘锅机啦。烘锅机就是较早咱咧拍切啊，稻还变成稻谷的。所以哦，你看真侪元素吼，拢伫遮。对。大家哦，我看到这个涂骹，这个涂骹，这啊你唔通掠做，这是福禄寿三仙哦。这是什么物件？这涂骹就是较早吼，我细汉的时阵印象就是阮阿公啊，拢甲这农德才先生。阿公，阮阿公吼，就是拢足好客的嘛，啊，就是拢来讲按农民来时阵吼，外口真热啊，啊，拢泡一下茶啊，啊，较早咱得产足侪槟榔的，你知道？阿公拢讲哎，食槟榔啊，泡茶啊，敬槟榔啊，泡茶啦，槟榔安尼啦，真热情，真温暖。对，真温暖，对。哦，所以啊，你看看，来，你就甲这创一只吼。嘿，但是即马足侪人客人嘛是安尼坐伫遮用涂骹，迄是讲因为有人摕物件起来，叫我摕一个桌啊，啊无逐个拢坐伫这涂骹，啊伫遐咧，敢若围着安尼围炉，对。哦，这是这站吼，啊其实咯，伊的即个葫芦经啊，创这真古早式的葫芦经吼，迄个50年代、60年代吼，真幼的即个马赛克，即马无得找啊。找无，这个马赛克的迄个浴缸的瓷砖，即马是阮细汉时阵足温暖的感觉。足温馨的。所以吼，你甲看吼，毋那是怀旧啦吼，而且啊，对着即个故事啊来发扬，啊讲互大家知，大家来住的时阵，咱住到安尼戆戆，但是住了后，你会甲故事搁带转去恁厝的。哦，咱较早吼，即阵咱差不多是5、6年代，都会有小时候的记忆。是，对。按楼顶啊，搁较精彩。对，咱来楼顶搁看。谢谢。我们到3楼去喽。是。哇，这榻榻米呢？哦，这味足好诶！嘿，有这个古早味。啊，是安怎特别要设计这榻榻米？
较早吼，这间厝这个所在伫3楼，好，这个榻榻米就是较早，阮阿公啊有当时有诶农民吼，足忝诶，要困中昼，啊，就讲啊，要来楼顶吼，摕一个棉被吼，啊，就出节就当困，啊，佮较早有日本诶技术会来吼，嘛是拢互算讲大家的公共的一个休息的所在啦，对对。刚才哥说讲了迄个司机休息休息站，对，休息站的意思。对对对。哇，这真马斯拉是真贴心啦吼。贴心嘿，阿公拢是讲有通食，啊有通休困，啊有通佮有食饭，安尼伫楼骹的迄个所在，佮会使大家做伙食饭。所以哦，下厝你若住伫遮，你闻到草椒啊味吼，你佮加着一种味，叫做人情味。哎呦，温暖的人情味。温暖的人情味吼，所以呢，每一楼层哦，拢有每一楼层的故事啊。但是我甲你讲啊，其实呢，你慢慢看水，嘛有通看水呢。哦，我头下去看到贵人看到硬去，你伫遮吼，来，看到对着这吼窗啊，会看到啥？咱这个库吼，佮有故事呢。我们其实规栋厝吼，我为了纪念讲，我这间厝较早起厝是1942年，1942。嘿啊，51年后的就是前年就是我开幕的那一年，其实就是第51年啊。所以我规间厝有51个口，都一个口拢是有空气跟水跟光线进来，拢有故事。所以阮顶头你这开这个口，我。初初我看了这种，你去学到这个科比意哦，这个现代建筑哦，原来51个口就是纪念这个数字。纪念就是逐当，这个故事就是一直有咧进行中的对啊。啊，这风助水流动，气助火流动，空气、水啊，跟光线在产，就是就有这种特别的地方。真有这个气味哦，吼。啊，楼顶来大概。哇，我甲你讲，楼顶真正风景更较。咱来到这是第几楼才？阮这是第4楼，就是阮的顶楼。顶楼较早吼，这个所在较早是一个乌凸啦。好，敢若水塔迄个乌凸啦。也不是水塔，较早内底是有放物件，一个小房间哦。内底就是放，阮较早，比如讲楼骹拢是公开场合嘛。其实楼顶吼，就是放阮阿嬷较早古早时阵伊的金仔啦、赛车啦。对，阮阿公阿嬷的所在，拢是伫这个所在放。这火车经过咧。火车经过。哇，这景致你有看过哦？有听到火车声无？人讲啊，以前。住迄个铁桥路边的人较后生，暗时拢早啊困袂去。但是来遮吼，你若要想要生囝，就来住遮。无啦，即马半暝拢无回家啦。无回家啦。但是这景致真特殊啦吼，咱这德产的车头就对遮。对。吼啊，头歹势，你讲到这，敢若是秘密基地。就是阮阿公阿嬷较早吼，顶悬较早有一个铁柜。吼啊，这个铁柜就是像讲，这个铁柜我即马。搬去阮兜啊啦，内底吼，因为迄铁柜内底有放一款，就是阮阿嬷迄个手指啊，搁啥物衫裤啦，拢是放铁柜内底。啊，较早因为这所在要起厝，所以我就先搬落来安尼啦。调登去高雄。调去高雄，对。哇，这真够工。所以我就是讲，做一遮水的厝吼，就是互大家晓，较早阿公阿嬷就是拢住伫顶楼啦。住伫，就是上顶楼吼。对。哇，这个环境起来吼是袂歹呢吼。你有看到大武山无？好。阮德产，你看大武山啊，你看空气好吼，那大武山哦，足清丽嘿吼。还有一个德产的特色歌色，你看。婚交度。婚交度。德产绝对是真爱饲婚交，对。所以你看，这个民俗会当吼，张德才老先生的故事，恁张家的故事。甲张家甲农民的故事，真温暖的故事，而且呢，各式各样的这个楼层内面吼，留着咱过去的痕迹。所以你来住这个民宿吼，唔那是互你困一暝，互你感受到满满的故事，会当带回去你的人生。吼，这也是你做这个人生旅程吼，旅站，上重要吼，在这。上尾要问你吼，你做了这个民宿了后吼，有人甲你回馈讲啊，恁遮安怎，对你印象足深刻的物件。有哦，即马足侪人去顿去了吼，拢带人起来。有当时佫会寄一寡因的伴手礼，佫寄来遮，足温暖的。佫最近佫收到一个足大董事长吼，寄一个迄个阮德兴米厂，佫甲我的名讲Judy安尼啦，
啊，刻印一个记事本寄回来给我们，这样。哦，对，觉得很温暖。所以哦，唔那是做生理啊，尔。对，是讲交朋友、人情交流，啊，真正人生的故事。是啊，在这慢慢发生，慢慢拓起来。哇，欢迎大家来。哦，这个民宿吼，咱唔是咧做广告，咱是互你了解整个竹田。屏东竹田。哦，竹田的故事。啊，大家来这呢，了解地方创新。刷来咱邀请吼周弟、个破，甲露露来共同来甲你说出地方创新的故事。咱他沿路对着竹田车头开始，然后看到呢露露后去做这个冰淇淋，个豆油冰淇淋，个其他在地风土，我拢食规北肚。然后阁有这个铺因的咖啡，因的内面有这屏东风味，这个咖啡厅，嘛讲到经营酒店，因的这个品质，因的这个有啥？我看这个开汤就知影可比喻啊，这种在家我先问一个，恁三个拢爱甲我回答问题，恁会感觉讲，恁甲屏东以前毋捌看过物件，早转来会感觉讲，会甲即个在地的乡亲有感觉袂下的所在吗？还是讲无喏？阮这就是上实行的物件，我早转来在地人会接受，恁是安怎想？我嘛，我其实对在地人来讲，我其实是一个足奇怪的人。我讲第二奇怪的人就是破啦，别人嘛是感觉伊足奇怪。你们的竹田三怪。竹田三怪对。重点是我感觉竹田若是要发展，一定要有新的物件入来。咱既然去外口看到好的物件、新的物件，含咱在地 DNA 是会当合作伙。为什么咱袂当做改变，互少年人感觉在地有希望？所以我感觉迄是一个过程。跑过新就过着。我感觉真是已经新就过啊，因为真大家在地这乡亲看到咱今仔日安尼做。有信心吗？嘛袂感觉讲介奇怪，因早朋友，因的朋友来到地产，嘛感觉安尼介有民主安尼，会当加一个所在。古早来到火车头，就是坐火车落来，就唔知要去倒，对，上便所就走啊。真会当落来先啉一个咖啡，对无？若是时间搁较济，会当住一暝、住2暝，纯粹食一个冰淇淋，啉一个豆油。毋是介好嘛？搁食一个，又搁炸一个粿，食炒粿啊，啥货？所以我感觉真个气氛，谈迄个气氛，我感觉有甲迄个新的，我讲生活爱有一个新鲜感吼，搁有新的物件。我感觉慢慢为什么人讲竹田很适合宜居、慢城？我感觉就是有这新的物件入来。当初是阮是先看露露姐伫遮足怪的。但是阮想讲，若无对咧做伙做怪可能这条路无好行。但是嘛是主持人讲的这个人甲风土的时间是一直在变化。阮若是搁用以前的方法来做即卖的代志，你先讲的几率基本上是无关的。所以你若是想讲，就像露露姐讲嘛，伊伫拢西班牙、澳洲走来走去，你看到人好的物件，你甲炸转来，甲风土做结合，就变做你当地的物件。虽然拄仔开始，大家人讲你去安尼，冷气第一浪费钱，第二你毋知影阮屏东的日头会热死，翕到，翕到嘛。但是基本上，你先甲做好了后，再来修改，看要为什么方向去做处理。你若无做，你要用以前的方法，你就是无机会啊。对。但是你若是有想要做你想的想法，机会就会来。一个人做过了，两个人做过，3个人做过了，见怪不怪。安尼概型拢会通对。所以竹田这个所在就变做是一个，就是主持人讲的在地创生，为做怪开始。对。你家己咧，你做怪我感觉我是细汉就为遮大汉的，我迄阵就看到怪人拢来遮，
我是出去高雄，我嫁去高雄，心内就想讲，奇怪，哪有得田，哪有可能有人会来遮啉咖啡啦？系啊，迄阵吼，我就坐去咖啡厅啦，我就看到迄个人，就是有迄个农夫哦，扎一个斗笠啦，佮穿迄个雨靴，去啉咖啡呢。我就想讲，毋是拢高雄较看会着啉咖啡嘛？我想讲，较有法度一个农民安尼。其实你爸的穿一个吊嘎的，你来啉咖啡，化妆啊。嘿，迄阵我坐伫边仔，我就想讲，我迄阵穿啊水水呢。我想讲，奇怪，得田咧改变。嘿，我想讲是我怪，想讲较有人会来得田啉咖啡啦。我想讲，一定开袂起来。慢慢我想讲唔对呢，大家思维拢咧改变。嘿，我是讲，我就找个时间去拜访露露姐。原来讲，伊对得田这么有这么有期待安尼啦吼，这么有梦想。我为细汉就是为美妆这边大汉的，我是德兴米厂，对，我是德兴米厂的第3代。哦，你就是因的厝啦。是讲伊迄阵吼，遮古早拢是因兜的啦。遮古早这边是拢土地，拢我阿公伫遮经营，拢做米甲安尼啦。我着细汉的时阵，着伫遮佚佗，就是咧做伙伫米甲内底按乱鸟鼠啊，换汤啊，安尼伫遮佚佗。我就想讲因迄这边咖啡厅做甲遮尔啊，好遮尔。有遮尔人介意来遮所在，我是想讲，我要退休的时阵，想要来遮做一间厝，来互家己慢活一下安尼。这个怪的过程吼，嘛是要有信心，要自我加强的。有啊。你这差不多，做到即马差不多几档？2年半。2年外。拍会得没？拍袂得啦。袂吼。其实平真因真正足辛苦，因为吼破落即个陷阱互伊了后咧，伊即间其实开足侪钱。其实吼，你要收即种老厝，比你起一个新厝搁较侪钱。这有影。嘿，因为古早即个伊无拆掉，古早即个建筑的整个结构吼，伊无法度有足侪间房间诶。因为开足侪钱。个消防安全啊，啥现代的需求啦吼，这其实就个真侪困难，必须要克服嘛吼。搁无山无海。无山无海吼，感觉就无聊啊，毋知来。袂啦，我感觉你要有信心，进来住过的朋友拢会倒来住人足侪，因为吼，其实住伫咧都市内底人足侪拢足欣赏伫庄脚有一个舒适的所在，因为你古早伫庄脚的民宿可能拢足简单的，今仔日这边吼安尼用甲较水，要啉咖啡就去隔壁啉咖啡，吼，安尼气氛其实一个。刚讲你毋是搭一定要海边啊，嘿，我感觉是气氛有搭起来，所以你要有信心嘛。尤其你是恁三个内面真正在地子弟呢，吼。对，我为细汉就伫遮练鸟鼠啊，顾米甲安尼。应该说，这片土地其实拢是因丢家啦。阮拢是，我是隔壁庄的，伊是隔壁。我是隔壁。两堆的。毋过嘛是咱屏东的因安尼，我是隔壁庄的。阮是因为阮庄迄边吼，若是要去迄个合法的工厂，无法度，迄土地无法度去拓。我开来这边，因为这边较有工业用地安尼，所以我嘛爱感谢因，迄摆因的哥哥愿意迄个土地卖出来，卖咱使用安尼。对啦，大家拢各有专长，我觉得就是要给各有专长、各有专精的人。所以你看哦，咱外省人拢你来。德产庄这边投资啊，伊在地这个土地拢是阿公留落来，伊无理由无要投资，对无？我是安尼甲伊讲。你这是甲鼓励还是咧甲呛声？因为我希望讲，因为吼，伊若是退休倒来，其实会当鼓励搁较侪人，因为咱伫外口就你的工课嘛做甲足好嘛，对无？你伫外口经验早倒来，甲遮无出去，无机会，然后嫁出去的少年人甲因鼓励安尼。所以。若是真正甲厝、甲足近无关系的人，若真正要入来，伊嘛是，比如讲，伊看咱的节目来介绍，了解了后，讲这袂歹呢。若是这种人，你会建议按什么？若是你真正想破讲，你想要找一个庄较清静悠闲的所在，你要来住。长期居住退休，我真正感觉足适合的。真做者少年人伊
伊毋是拢去外口去游览啊，啥会去打工换宿。其实屏东我感觉佫是有机会成功啦，嘿，因为伊的生活成本虽然即嘛是悬吼，啊，毋过算嘛是算低的，较有机会成功安尼。哦，所以啊，那外地你毋是在地，你嘛日久他乡变故乡啊。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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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所以咱若鼓励讲真济少年人吼，你若要找机会来找露露姐，来找破来找Judy吼，来甲啉咖啡来问看卖啊。那年久日深了后，你就会想讲，这是毋是适合你？吼，啊，会当，就算讲无适合食，你也可能讲，佮转去你家己的故乡，你再来吃。因为我感觉少年就是本钱啊。你2、3年，你看这边你适合无适合？其实我感觉安尼介好，就是你无试，你就无机会。你若有试成功，就是你的嘛，对吧？咱哦，世界万行台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今日来到这个昨天吼，这个古早的所在变做现主时这个模样。透过这3个吼，虽然毋是讲少年人哦，但是嘛算过年轻一辈啦吼。在遮会当成根，你做有20年啊吧，吼，破嘛10年啊，吼，就是虽然才3年，但是呢，对着在地的感情，会当甲咱风土的物件甲夹入来。那每一个人在遮留着伊家己的故事，就像破共款，吼，讲每一个人有产生家己的故事，会当再生产，咱昨天的故事、六堆的故事，才会当传过来。这就是地方创新吼上主要的意义啊！现在真感谢3位哦，来到咱节目当中哦，咱哦斗阵来继续来探索地方创新、台湾在地故事。